守黨政府進一步取消前朝自由黨嘅勞工改革法案。北美三國新一份貿易協定令消費者受惠。約克區警方檢獲400幾棵違規種植大麻，8人被捕。你好，歡迎收睇《都市聚焦》，我係李立本。省府宣布將會取消包括有薪病假、補假以及係同工同酬等政策嘅148號法案，預計將會影響全省嘅兼職員工。至於幾時通過立法同埋正式取消有關法案，保守黨政府表示現階段未有明確時間表。杜格福特喺長者事務部長趙成俊同埋2名華裔省議員陪同之下，到訪孟常護理院。Canadians are forced to pay a much higher price in order to give farmers who are not poor higher incomes as a result of this renegotiated agreement. 稍後專訪環節會介紹多倫多警隊全新嘅鄰舍警政計劃。Omni 電視台粵語新聞部誠聘記者，要有採訪經驗，講流利粵語，書寫中文。有興趣人士請登入本台網站應徵。多倫多警隊咧由10月1號開始咧推出咗加強版嘅鄰舍警政計劃 Neighborhood Officer Program 嘅試驗計劃㗎，為期係6個月。第一階段咧將會有40名嘅警員咧被安排到4個分局嘅8個社區當中。咁究竟整個嘅鄰舍警政計劃嘅詳情係點嘅呢？又希望達到啲乜嘢嘅預期目標呢？今日好高興咧請到多倫多警隊嘅副警察總長袁植勉上嚟咧，同我哋詳細講解下㗎。係啊，歡迎你 Peter。你好。嗱，先同你講解下成個呢一個所謂嘅鄰舍警政嘅計劃，其實主要個目標係想做啲咩嘅咧？鄰舍警政咧喺我哋多倫多警隊已經存在咗5年㗎啦。2013年我哋已經推動咗，而家暫時嚟講咧，我哋有33個叫做鄰舍啦嚇，就已經有呢個我哋嘅Neighborhood Officer 喺警員喺度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咧5年前嘅多倫多同5年後嘅多倫多完全係唔係一樣啦嚇，好多嘢已經改變咗啦，即係話人口啊、犯罪惡啊，好多不同嘅因素。係，先休息一陣先啦，稍後仲有其他環節㗎，轉頭見。香港舉行消防服務150年嘅展覽，一陣同大家睇下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嘅社區消息提供，歡迎電郵到本台，我哋會盡量安排。香港消防處同康樂及文化事務處合辦名為《守護同行：香港消防服務150年》嘅展覽，咁展出接近100件同消防有關嘅歷史文物同埋珍貴圖片。跟住同大家睇下天氣啦。多倫多聽日咧係陰晴不定嘅，氣温徘徊喺18至到17度之間。星期4多雲有驟雨，可能有雷暴添。最高氣温22度，最低咧得8度㗎，比較涼。星期5咧就係大致天晴，咁氣温咧徘徊喺12至到11度之間。今晚嘅節目告一段落啦，多謝收睇。聽日會探討下多倫多嘅槍械暴力問題㗎。祝各位晚安。